我個童年係同婆婆一齊住嘅，中二嗰年，阿媽搬返嚟一齊住，然後發生咗一件難以置信嘅事。雷宗 uncle 趁阿媽唔為意，開始對我摸手摸腳。當時我同阿媽講，但阿媽完全唔相信。直到第二日，我好朋友同我一齊同社工講，跟住要入醫院做例行檢查。嗰陣要住咗2個禮拜醫院，仲記得個過程由醫院之後轉去危機宿舍。雖然感覺好似好坎坷，但我覺得成長咗唔少，同埋覺得自己自由咗，因為唔使再聽到咁多阿媽阿婆嘅期望。之後自己搬咗出嚟住，雖然有好多嘢要自己面對，但係唔使再刻意去討好佢哋，感覺自己有好多選擇，終於可以做返自己。我有個夢想係想做一個護士，因為我本身都好鍾意照顧人。另外喺學校都有選修關於長者護老 QF， 所以都有基本嘅知識同埋概念。我都希望用我嘅知識同埋我嘅技能去幫助更多嘅老友記，用我嘅經歷去守護每一個需要被照顧嘅人。